哇，客家媒体嘅资源真经当多呢！今本日手机到嘅，其实就是全部地方一些部分听听，咩係我自家平常客接使用到嘅资源。係講大家有興趣，就得從網路上去 Google 看看啦。某一天唔會尋到閒那度嘅寶藏哦。相信今本日客家話學習嘅講座，就得幫大家對客家話嘅學習帶來閒那度無缺用嘅講座含個自信。本唔啲學習客家話嘅路向，就得閒那成次閒那好教。今本日嘅課程度，帶大家從客家話嘅強調含個使用嘅地區分布手機開始，到客家話嘅漢字、拼音含個音節嘅手機，還有豐富精彩嘅漢語學習工具老講座，從係實用嘅網站資源、應用版查詞典，還有漢語認證，含個客家媒體嘅資源 ，FB 啊、Instagram 啊、YouTube。廣播老電視台嘅手機，帶你入門客家話，學習客家話精彩又神奇哦！希望禮拜嘅課程安排，大家都有認真來學習哦。今本日嘅課程就到這片了，客家名路學院，我係主持人嘉文，請大家愛繼續收聽客家名路學院，我哋會繼續帶俾大家精彩嘅課程。客家名路學院，張來了。